新北市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今早起发生这吊杆断去意外，现场有4个工人受伤，其中1个送病院了后，犹原是救不回来。新北市政府表示讲，去到现场发现讲，这施工呢是无做好安全的防护措施，会依照违反建筑法规定，罚施工单位也有减租钱。新北市长夏有基表示，已经要求这施工单位停工，也要追究责任。 工地现场当在做塔吊的作业，后一秒煞忽然间断气倒去，造成现场4个工人受伤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派人车过去救援。受伤的4个工人内面，有1个送病院抢救了后，嘛是不幸过往。意外发生的时阵，连附近工厂的员工嘛拢着青惊。非常大声，吓死了，真的很大声。重点是它还有很震动的摇晃，因为那个真的重力太重了。 工安意外是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埔中心路5段，现场嘛是新北市府的第2行政中心的工地，按算伫115年底完工，目前更固工程是进行到12楼。新北市政府表示讲，现场发现施工无做好安全防护措施，会照违反建筑法的规定，作为裁罚施工单位和减租人。 塔吊转动的过程里面，它有倒塌的状况，主吊车不正常的一个倾倒，所以它才会去撞击到第2部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工地现场了解状况，强调任何工安绝对袂当大意，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工，我们按照相关的法令从重追究责任。 并了解原因，呼吁说，我们新北市政府应该要上紧发条。第2行政中心都会发生了，那其他地方呢？遮内发生工安意外，还要等劳检处来调查厘清。目前这个工安事件，因为造成人员的受伤，涉及刑事责任，随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